薛贤珍姐妹，你是否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跟生命的主，并愿意一生的跟随他？我愿意。因为你这样的宣告，我现在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给你施祭。列現着弟兄，你是否已經接受主耶穌基督為你個人嘅救主同埋生命嘅主，並願意一生嘅跟隨佢？願意。因為你咁嘅宣告，我而家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嘅名同你施祭。